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礼拜连假最后一天，高公局预告下晡开始，国道1号新直到湖口，搁有关西到大溪，应该会塞到暗时8点。台中太平透早3点外有厝火烧，一名42岁行动不便、目睭嘛看无的查某人，被负得失不幸过往。台东美丽湾的海边啊，昨一个17岁学生啊，互海水冲走，早起11点外遗体找到啊。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是礼拜连假的最后一天哦。今仔全台湾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日时是真烧热，早暗会较凉冷。中南部的蒙雾天气污染也真严重，能见度是无介好哦。所以赛车朋友就爱特别注意。气象局表示，明仔载冷空气南下，北台湾会变甲真凉冷，温度会比今仔降10度。今仔东北季风减弱，早暗会较凉冷，西半部早暗温度争差是真大。明仔载东北季风会阁增强，另外一波冷空气南下，北台湾日时的温度比今仔会降10度，大约只有18度。新地以北东半部嘛会开始落东部仔雨，拜三开始雨水就会较少，大台北佮东半部地区有部分所在会落雨，温度就会豆仔回升。再来看今仔连假的最后一天，高速公路局预告，往返车条下晡上济，包括国道1号新直到湖口的路段，佮有关西到大溪路段，应该会塞车塞到暗时8点。需要的时间大约是普通时啊的3倍。今仔透早5点外，苏花公路161公里的路段有一台沙石车，家己去弄到山壁，早起8点外，现场才处理好，恢复通车。路面也有真侪技术区自由的分车，顶看一摆监视器画面，苏花公路161.2公里，回到磅空的北边，初一早起5点外，一台沙石车过关，无细字向向弄到边坎，双向一度管制，早起将近8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好个在驾驶无受困受伤。年约38岁张姓男子驾驶一营车沿台九线由北往南行驶。行经上述地点弯道处，不慎自撞路边山壁。28连假最后一天，早起9点外，苏花界磅空部分北上车流甲台九线北上车流拢算顺利。高空局预估，收假日北返车条会出现，甲早起高速公路车况大部分是正常。啊，不过高空局也预测，较塞车的北的路段，行车时速差不多伫40公里以下，呼吁用路人提早北返。新竹到湖口路段，然后关西到大溪路段，这2个路段通常大概3、4点开始就会塞，那会塞到大概7、8点左右，那行车时间大概会是平常的3倍以上。公路北上头城到白那路段已经出现车条，时速无甲40公里。高公局根据过去经验，收假日公路塞车情形会为早起9点一直继续到高承载时段结束。不过暗时9点了后，也有一波的车济情形。到了9点之后，因为不符合高承载限制的一些车辆，他们会在9点之后再集中在国五北上，所以可能9点、10点还会有一点车多的现象。收假日高铁也宣布，初一下晡到暗时为左营站下加开2班，北上各站停回专车队合作列车，希望迎所该北返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太平区，今仔透早3点外有厝火烧，有一个女性的遗工甲一名42岁的查某人伫厝内。这遗工是对3楼的窗门跳落来逃生，也毋过第2楼的查某人因为行动无方便，目睭佮看无，未赴逃出来。遗工讲哦，应该是1楼的变电箱着火，也毋过详细情形爱佮调查。火是烧了真猛，乌烟嘛一直闻出来，消防人员救水线。赶紧转水降温。消防人员把腿开互好势，拿转水去2楼内底，拿要把受困伫厝内姓陈的女性救出来。毋过救出来的是咧甲顾的外籍看护，面规互烟熏甲乌乌。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也是感觉真惊吓。我说他不要走，他说不要走，会再进来。你叫他走，他不要走就对了，是不是？对啊，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初一半暝3点外。台中太平永丰路这间人家厝熊熊着火，因为这个建筑物是一栋一栋连做火，所以火是炭烧了真紧。迄当阵，迄个外籍看护甲姓陈女性受困伫厝内，
这个姓陈女性目睭无看，阁是新疆人士，伫2楼去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除了火势的抢救以外，我们积极的去搜寻受困民众。好，那在4点36分的时候，我发现到受困民众，好，那已经没有生命真相。火灾调查人员再去现场，有救出来的外籍看护，嘛缀咧边仔说明代志发生的经过。厝边隔壁受到牵连，楼骹的车嘛烧到要变歹铁啊！这个民众伫火下发生的时阵虽然在困，不过因为听到声，家在有紧撞出来。安那安尼足差的，毋知落来才知影讲发生火灾。这届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其中1楼的变电箱规个烧到乌糟糟。家属表示，导火的所在哪像就是伫咧遮，不过真正导火的原因，火灾调查人员阁要进一步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一个不幸的意外，台东有一个专门咧帮助弱势囡仔的团体，有一个老师带10名学生，昨下晡去美丽湾的海边啊耍水，结果有一个17岁细李的学生啊，互海水冲走失踪，今仔早起11点外已经找到遗体。昨台东的天气无介好，海上嘛无介好，有10名青少年伫老师的带队去美丽湾饭店头前的海边啊耍水，其中1名17岁的囡仔因为游泳挂的帽仔，互海水冲走，伊想去找帽仔，结果人嘛互海水冲走。消防人员出动海陆空甲水底来搜救，今仔早起11点外找到失踪学生的遗体。发生意外的海边啊，毋是禁止耍水的所在，也毋过嘛因为美丽湾度假村的开发案无个继续，所以附近拢无救生员。再来看中国向禁止咱台湾的往来进口，虽然政府甲各界拢会斗相共来推销往来，也毋过有农民是认为政府应该做应该是分散农产品的风险。嘛讲哦，这嘛更毋是往来真正大吹的季节，等下清明节的前后，大家应该爱来抢救。有中国的官方媒体嘛批评讲，这个事件是台湾政府的政治操作。又搁讲哦，禁往来根本无算是伫咧出牌，往来事件后续值得关注。台湾往来当要开始大出，中国煞抓有病糖做理由，宣布自3月初1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冲击台湾农产品。呼吁各站赶紧设对策应变。不过中国向停止进口台湾往来，有农民哪像无感觉意外？就是他们就是有一套所谓的那种养套杀啦，就是我就是先买你的产品，来我就买你的人，来我买你的技术，我二拐料好，我就不需要你了。然后他们可能再把东西会再倾销回来。有农民认为，政府应当爱设法分散农产品的风险，嘛呼吁民众唔通为着要往来小天压缩别项规矩的起草。不过，中国禁止台湾往来，敢单纯真正是为着病糖的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有文章批评台湾政府政治操作，掠往来打压中国。煞搁写着，表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出手禁止往来根本无算啥物，意思好亲像是中国搁会继续出招。学者王坤义认为，这战更加是对华为着2022年的选举落去布局。高屏南那一带最多，这个地方是力的出资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帮你那个什么，帮你们促销农产品，然后你们赚了钱去搞台独，很快的面临2022又要这个地方大选了，现在开始已经在做准备了。如果刚好有一个凤梨事件，那你不把它政治化，你就锁定在两岸。因为两岸人民往来或者是货品交流、贸易所衍生的问题，我们透过机制解决，不对吗？学者黄介正认为，若是对科学甲健康这个角度落去看待往来病糖的问题，无定往来事件会是两花对立的引头。记者综合报道。两岸局势愈来愈紧张，中共解放军甲美军伫台海佮南海互相针对，解放军嘛加强掺水南的活动，严重威胁着美军的航空母舰。国防部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是指出，无人机伫无对称作战算是真重要辅助的角色哦，有机会再帮助台湾突破掺水南的封锁。中军的东部战区伫最近开始连续几6天的特种机飞行训练。演练有经机、反舰巡逻机，这个被叫做是未来战场的无形杀手，提升实战任务的能力。我们从实战背景出发，制定训练计划，以实战标准检验每个飞行架次、每个机组以及每名飞行员，确保训练效益最大化。台湾的西南海域、南海
是最下潜艇活动的热点。强军美军不断地派反潜机伫咧附近做政治收集，因为潜艇是强军发展的重点，被看作是打击美军航母的重要威胁。对此，咱国防部安全研究院指出，无人机具备着成本低、机动性高、适合反潜作战，是让针对台湾突破潜艇封锁的关键。无人机其实也是要在有完整的制空权的情况下，或防空权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它效果。所以对中华民国台湾来讲，就是无人机的应用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咱军的无人机作战未来是不是加装攻占武器？苏志芬认为，台湾的国防科技研发水准有能力会当做到。美国的前国防部长盖茨对台湾提出警告，讲台海局势正危险，强军可能会采取现实策略，目标是南方的关岛。是战略清晰，也就是要对中共就是的军事侵略，美国要表达清楚立场，才可以避免就是中共一些军事冒险的一些企图。两岸局势升悬，面对强军伫咧南海密集的军演，再加上越南的海警船常常侵扰咱南沙太平岛，海巡署伫咧7月甲23分别办东沙岛、太平岛的对海实弹射击。苏志芬分析，自射击的范围来看，南方态度正明确，就是无半人，也过也无伫咧软，演练防止强军进逼守护离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18年成立的促转会，去年已经延长任期一档了。今年5月底就到期，敢要延长还是要解散，佫无清楚。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公开表示讲，因反对延长，嘛认为促转会运作问题佫袂少。促转会嘛回应讲因会好好检讨。为了要推动转型正义，行政院伫咧2018年成立促转会。去年已经延长任期1年，2021年5月底阁要届满，是毋是阁再申请延任，目前也毋知。不过，台湾的民间团体经常甲和解促进会开记者会，认为任务型阶段性的促转会，若是一再延任无适合，表态反对促转会伫咧5月任期结束了，阁再延任。我们其实期望促转会依法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就结束。那对他真正的期望，事实上是要能够发挥尚未规划的这个功能，然后桥接这个相关的业务进入到相关的这个部会。前朝会讲，虽然肯定民进党政府设立促转会，不过运作3年来问题真多。前朝会理事陈翠莲也批评。由9位委员组成的组织，那甲重要业务拢委外发包，运作也无顺，常常发生开会时阵人无够的情形。国民党立委李桂敏也表示，这表示促转会定规不明，根本就无再再需要促转会。 5个专任4个兼任嘛，那兼任委员本来他们就是各有自己的本职，例如是在大学里面教书这样，委员会出席率不佳的部分，后续会来检讨改进，那主委也会加强督导。促转会表示感谢民间团体意见，因为牺牲检讨因做不好的所在。促转会正伫咧积极盘点各项成果，会继续对外界做报告。转型正义的脚步袂用停，促转会完成规划了后。 所来要哪做，也会听外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的新闻，咱做回来关心缅甸2月7日发生政变，民间反对军方的抗议是愈来愈烈，军方顶压的力头嘛愈来愈硬。伫各地嘛有发生军方对民众开枪。联合国上新的消息是，目前伫缅甸的国内已经有至少18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 缅甸军方针对反政变示威3礼拜以来上大规模的一波镇压。第一城市勇讲有示威者规身躯拢是血，倒伫涂骹，去其他抗议者扛去送病院。当地媒体报道是去枪击所伤着。南部大城图瓦嘛有媒体打出一个示威者胸口手骨总共着3枪，以互人员咧抢救的画面。 东港街路的示威者用暗门头装啊角，德国甲金属的炸弹贴起来路障来弹汽油弹，要阻挡军警的驱赶。政府当用催泪弹、水枪甲手铃枪支，甚至伫部分个人当中用真的枪支。27日刚就传出2个人罹难，还佫有470个人去轰掠，毋过拢无法度阻挡民众继续组织游行。 Aku tiga ya je cenaro kagak payment tu mesti cenaro kagak payment itu ya cenaro ချင်းနေရတော့ဗျာဟိုပြောရမယ်ဒီကျွန်တော်တို့ချုပ်ခွင်းမှုတွေအများကြီးပဲကြုံတွေ့နေရတယ်ဗောနိုင်ငံလုံးထိုင်မှာ
ဒါပေမဲ့ဖြိုခွင်းမှုတွေအားလုံးလည်းပြည်သူတွေကမကြောက်ဘဲနဲ့လမ်းပေါ်ထွက်လာတယ်နောက်ပြီးတော့ဒီ CRPH ရဲ့အသက်ဝင်မှုနောက်နိုင်ငံတကာကုလသမဂ္ဂမှာကျွန်တော်တို့စီကတန်တမန်တွေရောက်နေတာတွေအားတက်စရာပေါ့ဗျာသိရမလား啊，那是日后缅甸主联合国大使卓莫敦，比出三早的抗争手势，伫联大会议顶悬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动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拍拼恢复缅甸的民主了后，已经随去军政府撤职。缅甸国家电视台日前报道，卓莫敦是因为反背国家、违反职权，还有滥用职权来去用撤职。啊，毋过联合国到单还无承认政变了的新政府。前政府所指派卓莫敦表示，会继续战斗到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再来看巴西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英国卫生官员当时表示，伫英国冇发现6例这款巴西的变种病毒，其中有5个病例因捌去过巴西佚佗。伫伦敦东部地区沃瑟姆斯托一间注射中心，真侪人排队准备要做新冠预防针。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李贝讲，全英国做第一档预防针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不过伫同一天，英国伫咧境内苏格兰甲英格兰拢发现源自巴西亚马逊州首府马瑙斯的新冠病毒变种病毒株 P1。The P1 variant has very similar mutations to what is called B1351, which was first described in South Africa. One of the individuals who we have identified who travelled back from Sao Paulo through Zurich and then on an onward flight from Zurich to London Heathrow. Tem gente morrendo, não é brincadeira, não é brincadeira. 这是今年1月中，马老师一间病院外口陪伴病人的家属情形，因想要知影家己的亲人怎么伫病院内面接受治疗的情形。英格兰公共卫生部讲，伫马瑙斯所发现的变种病毒株 P1， 甲伫南非第一遍发现的变种有淡薄仔突变，即摆预防针的防护力可能会小可无够，不过也是要做更加侪研究才能知影。This P1 variant is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original strains we saw from this virus. It is likely to have more antigenic change and therefore increase the risk of reinfections. 伫英格兰发现的3例，其中2例来自格罗斯特郡港一个家庭，因拢有去过巴西，不过甲另外一个个案应该无关系。苏格兰3例也去过巴西，拢已经开始做疫调，相关接触者也拢做采检。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礼拜伫佛罗里达州由前总统川普来发表闭幕演讲，这是川普落任了后头一遍公开演讲。伊讲有可能伫2024年搁再出来选总统。也毋过之前有风声讲川普要家己组织新的政党，伊是好任。伊嘛批评现任总统拜登就任各外国表现是表现了真歹。伫咧听由美国的歌声，甲现场欢呼声中，美国前总统川普卸任1个月期了，第一遍出现礼拜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发表闭幕演讲，也暗示讲伊家己会搁再战2024年的总统大会。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to declare that the incredible journey we begun together, who knows, I may even decide to beat them for a third time. Okay? 对外界传讲，川普会另外组政党，伊是否认，只讲这是假新闻。You know, they kept saying he's going to start a brand new party. We have the Republican Party. It's going to unite and be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I am not starting a new party. 川普也批评现任总统拜登就任1个月的各项政策，反就业、反家庭、反边界、反能源、反女性、加反科学，要求拜登即摆就要重启校园。Joe Biden has had the most disastrous first month of any president in modern history. That's true. In just one short month, we have gone from America first to America last. 川普高调出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一份对参加会议的民调显示，川普摕到55%的支持度，代表他对共和党又有正大影响力。因那前一天发表演讲的前国务卿蓬佩奥。是对伊家己甲中国甲伊朗掠受气，感觉伊真牛。The New York Times think I'm the worst Secretary of State of all time. Yeah. Yeah, since I last saw you, the Chinese have sanctioned me. The Iranians don't think so much of me either.
蓬佩奥跟川普先后发表演讲，拢是一个美国保守派上关心的议题。除了优待共和党的气势，也为2024年重返白宫铺路。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再来看，今仔咱国内并无新增加新冠肺炎的病例，毋过目前已经伫全球是个滚价。美国的媒体彭博社上新发表的防疫表现排名，台湾去年是排第2名甲第3名哦，也毋过今年的2月份却只排第7名。有国内医师是认为，应该是受到疫苗影响，咱的排名才会退步。新冠疫情啊，搁伫咧全球大流行。根据外国媒体彭博公布上新防疫论胜的排名，台湾为原本第2名、第3名，伫2月份变到第7名。主要的原因是摕到疫苗的数量，甲人口平均疫苗覆盖率比其他的国家较低。全部是依赖国外的疫苗。那国外的疫苗的话，它一定是优先供应自己的国家，或者是优先供应他们自己邻近国家。那所以欧美国家会优先获得供应。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产疫苗是还在初步发展的阶段，它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做出疫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症结。伫辉瑞甲莫德纳了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嘛批准交生新冠疫苗紧急授权，只要做一档就好。交生甲 AZ 疫苗同款，拢是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唔免像莫德纳甲辉瑞需要低温冷冻，保存较简单。不过伫防护力的部分，美国临床试验是72%，比莫德纳甲辉瑞的95%较低。国内医师表示，针对全新的病毒疫苗上好是做2剂，因为第1剂就若像咧拍第2剂同款，建立基础免疫记忆；第2剂是加强伊的免疫反应。那这种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呢，它打第2剂的加强免疫效果不像其他的恢复性那么好，所以它可能打了第2剂以后，大概影响不大，所以它就只打1剂而已。就伫咧全球开始做疫苗的时阵，欧盟国家嘛达成共识，5万多人旅游大国来进前引进疫苗护照。不过台湾还阁伫咧等疫苗。针对这点，医师是认为讲，台湾防疫有做好，无啥物社区感染，因为安尼社区的民众做疫苗就无遮尔赶紧。所落来国产疫苗嘛小连续上市，虽然抗活几啊个月，不过时间无算久，对经济无造成伤大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因为真侪伫外国的台湾人返来台湾，所以嘛传出讲防疫旅馆无够。也毋过过年后，防疫旅馆的需求是大量减少，目前的大房率只剩2成到3成。有真侪业者嘛开始思考退场的记者。伫旧了过年进前，有真侪人自国外要返来台湾过年，不传出讲各地防疫旅馆无够，政府就提出补贴措施，鼓励业者投入。也毋过即马返来人变少，防疫旅馆供应煞大过需求。业者拢讲大房率大概只敢若剩2成到3成，要湘北的旅馆开始降价。即马上价介绍，一案包括3顿只要2000。农历过年的那一批的返乡的客人之外，就是住房率确实是有下降蛮多的。真正好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月25号到2月10号这段时间。以台北市来讲，100多间真的是也过量了，几乎大家都住在大概2层左右。台北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韦建华讲，伫过年前，台北市有120间防疫旅馆，即马只敢若剩80间。有真侪中价位的防疫旅馆业者，因为无人客，就退场，该发展各路也有做等租的客房。中间这个所谓国人返乡的需求呢，要等到明年，所以这个空窗期11个月呢，这个政府是不是要拿出一些政策？有业者跟我反映，这个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防疫旅馆总是始乱终弃。在春节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是到了2.1万房，到年后其实还是有1.8万房。进来比较不容易，但是退出的话，就看业者自己在整个经营上的一个考量。交通部观光局表示，伫目前全台湾防疫旅馆主要减少的是进前配合春节需求，提供1个月期的低租型，是市场的强势现象。防疫旅馆即马一房一案800块的补助，会一直到6月底，希望会当维持一定数量。提供日经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轻便铁路大南宽路段，免费的试营运将结束，今仔开始收费。早起寿山公园顶站的人潮是比前2天较少啊。也毋过有民众是表示哦，轻便铁路的车票无算介贵，而且是真利便，袂因为爱收钱就无想要坐。
高雄轻铁台南环路段今年1、2月试营运，拄好撞到过年甲228连假人潮，因为试营运无收费，所以运量成绩袂歹。过年期间，一日运量上最超过5万人次，228假期的单日运量嘛有3万。周末及假日的阶段呢，它的人潮还是比平常要踊跃许多。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1、2月来讲的话，还是属于寒假的期间，以及我们连续假日也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假日运量会比平日的运量来得明显。1月份累积到2月28号为止，它的总搭乘人数已经突破到了80万。不过，台南款的试营运到2月底结束，3月初起正式收费，拄好是228假期的上尾日。各站的坐车人潮就变化，福利第2站也有真侪人，不过寿山公园站就无遐侪人在坐车。因为我昨天也搭，今天也搭，那2个比较起来的话，那就差很多了。一定要收费的，不可能不收费啊！怎么可能让人一直搭？应该还好吧，因为像我觉得轻轨是蛮方便的。有需要的话，我就会去搭。费用的话是没有差，因为它的费用不会很高。高捷公司表示，疫情还无爆发之前，轻铁平均单日的运量有9000至1万人次。去年疫情期间降到6000左右。目前国内疫情转好，民众恢复对大众运输工具的信心，加上台南环路段通车，所以今年希望会当甲单日运量扣回来9000人次。记者综合报道。228连假嘉义布袋行中里的民众一直拢有闻到一个臭味，有民众投诉讲，应该是有人偷饼粪扫，伫鱼会头1公里长的水沟仔内底拢是粪扫，佮加上附近有真侪民众拢会洗菜头，卖甲洗菜头的水倒入去水沟仔。县政府表示，已经请人来摒粪扫，带菜补水的问题卖来改善，明年会使完工。水面上全是铺咧拢，是菜脯的臭水味，阁真高。当地居民讲，臭味是逐当寒人的日常代啊。毋过自旧年过年开始，阁有人黑白当粪扫，互因无法度接受。多年啊，拢是安尼啦，拢是吼，人差不多3、4个月拢有转入水啊。你若挂迄边的，毋过200号的咧，啊，这就得30-40斤咯。当地里长肖伟汉讲，盐港沟顶头是当地交通要道，也是布袋观光渔市的游客定着经过的所在。现场粪扫刷等甲规世界，全是臭味，实在损害市容。针对民众的投诉，县府表示已经派人清理，预估今仔日就会当全部清了。若是水沟臭味的问题，也有解决的办法。长期的部分是有生活污水，那在年底在11月份以后这段时间就会有菜包水的这个问题。环保局有争取到环保署的这个补助8000多万，这个水质净化工程就可以一并来解决。县府表示，水质净化工程预计明年完工，到时阵逐当外人拢闻到饲菜脯臭水味的问题，就会当完全改善。若是互人黑白当粪扫的部分，会要求公所加强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海草大的公投人数，伫这几天已经冲到29万份6000多份哦，嘛超过法定的门槛。环保团体是呼吁支持的民众继续做伙拍拼，斗相共宣传，希望会使冲到35万份，甚至40万份，互政府知影咱民众保护环境的决心。伫海草大人事总部的门口，公投人事持续咧进行，内底志工无用咧整理公投人事书。228连假这波，人事数累计已经有29万6000多份，超过中选会规定的28万9000多份法定的条件。我不知道哪边有签，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地址，我跑来这里转了2圈才找到。来支持就会有。是。邮局其实也有来通知我们说，预估明天我们邮件的量会很大，荒野内部的志工都动起来哦，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担心的是整理联署书的loading 会超乎我们的预期。海草大的议题持续咧发酵，时代力量透早嘛伫咧人面册，大力替公投催人数，望大家当支持海草大公投人数，卖家己要往来全部的钱，捐予人数的主办单位。今天早交公投，我们继续协助来联署之外呢，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的市民也可以来买这个凤梨。环保团体表示，今仔日会当有这个结果是真无简单，真感谢全台湾的支持者甲志工斗相共，才会当顺利行到呾。嘛呼吁支持的民众，唔通因为人数的数量有够啊，心态就放零。希望公投人数数会当冲到35万份，甚至是40万份。
互政府知影民众保护环境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学测成绩已经公布，刷来学生爱准备申请入学，还是搁要考指考。今年是旧课纲的最后一届的学测，明年开始考试得使用108新的课纲来出题目。有真侪教育团体嘛办座谈，互学生佮家长来问问题。演讲厅内底一个满，学生佮家长专心听台长讲解。大学学测成绩第一时出来，所以学生都要面对申请入学的准备工作。有很多想要的科目，但是只有6个志愿可以填，所以就是要取舍，有点难吧。预料到数学会考很难，但这次考的难度还是比想象中的大。有些科系可能去年没采集数学，今年突然采集数学，填的时候分数会比较难掌握。今年是旧课纲的活大学测，第一次考命题出题无法度优先者也未进行之下，未少学生都爱先把握申请入学管道。不过因为今年的数学考平均成绩比往年低真多，也未少学生真紧张，唔知志愿应该要安怎选。顶标的部分只有11积分，那可能跟往年大概会有12、13，会有点不太一样。应该还是要先依自己的兴趣，然后参考可能109学年度、108学年度各个校系最低录取的门槛或者人数。个人申请的6个志愿，为老师建议以兴趣做优先，理想的志愿甲不是志愿用影写，免特地往下骹选。大学这边的老师也说明，只要学测成绩有通过一届台选的考站，就会努力去试看卖。建议在备审资料当中展现积极的学习动机。学测呢，只是一个所谓的筛选门槛，在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有积极进取，然后呢有自主学习动机的学习动机强烈的学生，只有透过面试等等的一些方式呢，才能有机会找到适合清华大学的学生。大学它并不需要学生有这一个系它的专业的知识要有多齐备，因为这是你进大学以后要去学的。你反而需要的是告诉大学你具备什么基本能力。如果你是要把它放到备审资料，他就奉劝大家不用参加了，因为这不是一个为了你未来升学做准备。教育部也特别强调，备审资料准备要将重点放在个人特色形成，和学校看到，不是以量取胜。记者综合报道。脑血管疾病死亡是国内死因的第4名。卫生福利部统计，2019年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超过12000个人，是12年来上悬。医师嘛警告，少年人若是无重视高血压、高血糖、高高血脂的问题，水佮啉了上过少，工作压力上过大，生活无正常，这嘛拢有可能是脑中风的高风险族群。国内脑血管疾病，逐年拢夺走1万外条的人命。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19年死亡的人数超过12000人，创下12年的新高。医师提醒，脑中风并不是侪岁人会治到。少年人除了因为家族性高血压、对慢性病无信心、水啉伤少、工课压力大、生活无规律等等，这拢是风险。遇到年轻人最多的高血压原因还是三高没有控制好。那这三高很多原因是来自于长辈的遗传因素。再者呢，是自己的后天的生活习惯不好，有时候整个生活习惯太萎靡，然后也许烟酒，也许疲劳，也许呢都不在乎这个三高，认为自己年轻。医师强调讲，有少年人就是家己身体弱，家己甲药啊停起来1个月，就引起脑中风，还佫有科技业等等压力大，因为清早困眠无够，嘛可会发生脑中风。大部分的中风死亡率呢？大部分是来自出血性的中风。我们对于血压的控制，对于这个高血压的病人的预防，一定要再次强调，因为一旦脑血管破了，那他就没办法回头了。医师呼吁，为了预防脑中风，少年人除了生活规律以外，上好点半钟至2点钟就啉1解滚水，尤其是运动会流失大量的水分，1点钟就要啉1解滚水。记者综合报道。偏乡的医疗资源是真欠缺，来看台大齿科学系，因逐当拢会做志工队去偏乡的砖头服务。今年伊是到婚林园长的和平国小，教囡仔是会使安怎来照顾家己的喙齿。台大口腔卫生服务队已经成立22年，试过到偏乡学校宣导喙内卫生教育，利用家己制作的海报册，带囡仔人跳舞，让各校学生了解口腔卫生的重要。那所以整个口腔的健康来讲，其实预防胜过很多次的治疗。
以预防为主之外，其实也提供一些简单的治疗。今年因到云林县长的和平国小，家囡仔人安全照顾喙内卫生，也安排义诊服务。学校非常重视小朋友的卫生以及健康，所以这一次有机会让台大的团队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口腔卫生的保健的营队。实在是小朋友的福气。义诊的时阵，常常因为场地因素，医生都要用现有的设备去顾到符合医疗卫生的原则下，家己出手打造看病环境，提供上适合的治疗。那当然，这里面其实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包括就是给水的，还有非遗的收集，其实就是利用保特瓶，用保特瓶。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现地现物，然后。我们手头上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是去把它设备成类似在诊所像可以工作的方式。台大口腔卫生服务队行过70外间学校，和学生囡仔在轻松的气氛，明白正确的口腔卫生观念，维护个人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政府最近24号设全国头一座的狗仔猫仔绝育站，免费来做验怪手术，注意风险。未来一档应该会使服务6000只的猫仔狗仔，望讲会使来减少流浪狗仔、流浪猫仔的问题。云林沿海北乡镇内底目前拢无动物病院，加上林埔赛政策起行了，流浪狗仔佮猫仔的问题一直无法度解决。为着要控制因生团的数量，分管府伫4号乡的林厝寮设全国头一个狗仔猫仔的绝育站。海区这边那有8个乡镇，市场都没有这个动物的诊所和医院，所以我们很高兴在林厝寮这里终于有第一间，然后来从事就是3合1，从植入晶片，然后在犬猫的这个节育等等这些相关上的作为和结扎。分管府表示讲，去年全县补助节育的狗仔猫仔总共5400多只，不过因为沿海地区附近无动物病院，透过农委会补助，希望会当减少沿海地区的流浪狗仔猫仔产生的环境安全、卫生等等的问题。安尼对阮沿海因为咱嘛真侪有这个流浪狗、流浪猫的这个问题啦因为流浪狗、流浪猫咱无做一管控啦因为即摆是林扑杀所以造成头拄仔讲话，造成对咱地方若骑奥多巴还是骑脚踏车会向真时段因的恐慌。对云林收无以后要执行我们的绝育需要的经费，农委会这边一定全力的支持。云林防疫所表示讲，目前县内市的流浪狗仔、猫仔的收容所已经到真崩啊！今麦开放适地云林的民众来申请，帮助狗仔佮猫仔来绝育，来减少流浪动物的问题。预计未来逐档会替6000只狗仔也是猫仔来绝育。记者综合报道。四季果是热带的水果，需要有真侪光线才通生长。南投的南开科技大学有团队在协助农民使用 LED 灯，伫暗时嘛继续予四季果来照光，效果阁袂歹。最近因为土巴酸化问题真严重，团队嘛提供降碰土巴酸度、空气湿度的设备来协助农民。这一拍无共色水的灯，毋是真好看的哦。玻璃出四季果，也因为四季果是热带的水果，上好是规工拢有光线照。南开科技大学就运用 LED 灯替四季果加照光，就发现果子成长的状况更较好。算讲咱的皮衫有无？咱的百香果因为这样也个面油油啦。无啦，甲这当阵的时阵，迄百香果有无？摇。红光的区域的这些百香果，它们的成长的话比较好，它们长得比较快，而且那个甜度的话呢也比较良好，这样子。进前就已经有 LED 灯照卡白笋成功的咧，大团队也用来照四季果，无共色水的 LED 灯照落去，品质也有精差。而且近来因为土巴酸化，地属果子海气，团队进一步监控土地的酸碱，观测空气的湿度。就希望种出无毒的四季果。无毒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来用我们土壤这个酸碱值来做一个佐证，然后来找出这个成长的这个因素，这样子，然后这样就是我们刚才的目标啦。就希望2到5月也能够有百香果。南开科技大学运用科技，帮助农民种出无毒、品质1:1的四季果，也望通找到农作物上好的栽培管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的邦寮有真侪在地艺术家，街头巷尾嘛有真侪艺术品。无希望游客来到这只是走马看花尔。有一位艺术家黄英权，就伫鱼港边啊开一间工作室，嘛准备要召集附近的艺术家来规划出一条艺文旅行的路线，互大家来到邦寮，嘛使知影愈侪在地故事。屏东邦寮有一搭真有名的渔港，这几年来有真侪当地艺术家伫咧街头巷尾设计侪艺术品，甲邦寮打造做艺文渔村。这挂艺术品当中有邦寮在地的小故事。不过，大部分的游客拢只是行行看看的而已。所以有一位艺术家黄英权伫咧鱼港边设工作室，当做游客的照门站。我会去介绍来访寮的人，因为这边有吃的有渔港的食物啊，还有我们的山产呐，甚至于有很多地方是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的，我慢慢会去介绍这样的地方。对邦寮火车头开始，规路亲像马赛克装置艺术、路顶等等，拢是由在地艺术家设计作品。黄英权表示，毋望串联附近的艺文工作者，规划出一条艺文旅行的路线。曾经有跟几个艺术家谈过，但是现在等于说碍于环境还没有成熟，比较晚，后面可能晚个1年多再出来的。在现阶段，他可能还在整理他的环境。我们希望说，透过艺术家的连结，然后连结当地那个艺术家的点附近的可以让人家观光的地方。针对艺文旅行的规划，邦寮乡公所表示会全力支持，而且目前艺术村甲站前周边的整建已经做到第2期，毋望完成了后，会当让更较侪游客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信义乡的第2部落，最近专工开纺织商品的设计班，希望教一寡有兴趣嘛将到赤部的族人设计甲行销因家己的作品，咱做伙来看卖。充满本土风格的原住民工艺品，摆甲规岛顶真眼目，有细细领真古锥的传统服装，也有规罐用手编出来的台仔，这拢是南投县信义乡第2部落的创意纺织商品设计班所做出来成果。做出来了，我就想到说我要如何包装，因为我看到每个人都好喜欢它。学会技术之后，又教我们怎么去行销，继续发展他们的这种产业。把布农族的文化也推广，让大家都能够了解，生产一些东西，寄卖以外，也可以开自己的工作坊。南投县的原住民多元经济教育职能发展协会，注心提升原住民的职业能力，培训各种产业的人才。这摆开设这个纺织商品的课程，就是协会请老师来教族人，结合传统纺织甲现代的手工艺，又搁教族人要安怎包装商品做行销，通好推广部落的产业愈来愈兴。以前在这个地方手工艺的课程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说是真的可以贩卖出去。除了在教他们这些东西以外，也一直在提升他们的自信，不会再去逃避说上课这一块。透过这摆的课程，唔但是让族人学到技艺甲行销，嘛会当让因对家己的手艺甲部落的产业更较有信心。部落会议的主席嘛真鼓励族人来开个人工作坊，希望会当让愈侪人了解本土的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埔里有一个大塘公园，这本地是日本的新社，地震后土地予大塘设抢，这几冬常常传出讲大塘想要把这块公园地卖掉，社区的民众是真烦恼，讲未来公园有可能会消失，所以嘛发起联署陈情，希望相关的单位协助来保存这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社区公园。上珍贵就是这个树啊，这拢900年以上的树啊。900年啊！哇，种900年的树啊，你甲看像这球强啊，这你要去搭找这种的球强啊。南投埔里大塘公园入口，拢是相当罕见的大樟老树，每一丛拢有100年以上的树龄。伫日本时代，这原底是新社，地震后，因为大塘伫咧遮设厂。10几年前，大塘就想要卖土地，因为社区居民强烈反对，才无卖。即摆这边遮吼是以前因的宿舍，为什么？宿舍外口有荡秋千，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常来玩。这条路没有立即性的必要了，去开路了。啊，你佫把这树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一个小公园，一个小绿地，啊，你甲开路落去。对阮来讲，影响到阮遮
生活品质啦。公园是保利都市计划区内底起厝甲道路用地，10几年来居民烦恼大堂卖地。最近搁一摆向公所申请，争取公所支持。土地使用分区这边有道路用地，还有住宅区，居民有联名申请到我们公所啊，我们公所有列入这一次埔里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啊。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它按照它现在的使用变更为公园用地。初步啊，我们调查的面积这边差不多4分外地啦。公所认同居民的诉求，预计3月3号邀集地主、大堂公司甲相关单位来会勘，通盘检讨了后，县府来进步审查，若是正式通过，10几年来居民的心愿就会当达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水上的三界埔，早期是分析正大的产区，后来做粉的产业是愈来愈稀微，粉楼嘛一间一间收起来，为着要甲过去产业的记忆留落来，村民是用竹仔佮有稻草，照古早粉楼的外形起一个凉亭，要来正做社区老大人开讲讲过去的所在。村民大家今日摆亭仔内底，伫遮通好休凉，阁会使做伙食物件。这里用竹仔甲稻草搭起来的所在，是嘉义县水上乡三界埔的社区志工，按照以前分楼的形体起来的。因为我们这烟楼都已经都倒了，大部分都倒掉了啦，都没有再整理，所以我们就用那在地的那个植材，就开始我们志工一起在那个全部都是他们在做。嘉义县水上乡的三界村过去有介侪分田。嘛捌起过袂少大家通做伙工课的分楼，因为产业豆豆落济，社区发展协会甲社区规划署合作，用上新钱的做法起一座分楼造型的亭仔，互社区的时代来使用。大家拢是做这农村的工课就对，啊，这是因的回忆啦，因的记忆啦，啊，包括讲阮这老志工嘛是拢要凝聚这个力就对，啊，要回忆阮过去的迄个农业的生活。这是他们老人家走路的时候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年纪大了，我希望他们走在半途路中，如果突然下大雨，他们有一个点可以休息，可以躲雨，可以或者说很冷的时候可以刚好进来遮风避雨这样子。社区甲营地的空地整理好势，搁利用清出来食物做材料搭制作亭仔。即马除了是将来是大休喘开讲的所在，续来慢慢配合社区的产业开办课程，为规个社区营造新的气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澳洲的太空总署头一摆要找独臂的太空人为世代交替来做准备，因鼓励女性报名，嘛开放身心障碍者会使来参加哦。3月底开始接受申请，1档半了就会选出人选。追求太空梦的门变宽咯。澳洲太空总署以3计11年了后，搁再招募太空人，大开多元化之门。At this type, in the new search 2021-2022, we would really particularly encourage women to apply. 澳洲女性太空人敢若只有2个，因为报考人数原本就偏低，所以讲真积极来鼓励女性参加，这是澳洲新一代太空团队重要考虑。另外，也头一摆为身体障碍人士来拍开大门。So when it comes to space travel, we are all disabled. You know, we all have a disability because we were just not meant to be up there. So what brings us from being disabled to go to space to being able to go to space is technology. 这摆选拔会对3月31到5月31中间来接受报名，佩斯克有计应征者更加多，而参加的人必须来通过6个阶段，包含学习、体能也有心理的状态各方面的严格考验。1年半了后，2022年10月会公布最后结果。也毋过，这只是太空生涯的起点。对体能、语言、生存这基础的训练，来进入真长的终身训练加学习的阶段。Is it financially attractive to become an astronaut? I'm asking for a friend. It's okay. I'm happy. I didn't do it for the money. A million jobs making better money than being an astronaut. It's a little bit like being in the military. 做太空人未发财，不过会使得到绝大多数人无都得到的太空经验。训练中心表示，前5年到10年的核心目标是登上国际太空站，研究维修甲商业任务拢有可能。了是有机会飞甲更加远，挑战登陆月球，也有前进火星的计划。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北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加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加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加21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加15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